嗱，今日我哋會講耶穌基督嘅瑪利亞。今天我們會講到耶穌基督的瑪利亞，佢就係咧嗰位救主嘅生母。就像那位救主的心母。另外咧有一個抹大拉嘅瑪利亞，還有一個抹大拉的瑪利亞。佢就係咧俾7隻鬼附過，俾耶穌驅趕咗7隻鬼出嚟嗰個嘅瑪利亞。他是被7個鬼附着的抹大拉的瑪利亞。又係我哋上幾個禮拜講耶穌去復活嘅時候，清早嘅時候第一個見到耶穌嗰個嘅婦女。他同時也是第一個見耶穌復活的婦女。亦都有伯大尼咧呢個拉撒路個妹妹瑪利亞。同時也有伯大尼拉撒路的妹子瑪利亞。記得我哋上幾集都提過佢嘅，佢係咩啊？佢膏抹過耶穌喺呢個西門呢個有麻風病嘅西門嘅屋企嘅裏面。之前我們也提到過，他為安葬告耶穌在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裏。另外咧有門徒小雅各啦，同埋呢個約西嘅母親瑪利亞。另外還有門徒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瑪利亞。我記得我講過咧，馬可福音寫馬可福音個媽媽咧都係叫瑪利亞。馬可福音當中，馬可的母親也叫瑪利亞。喺使徒行傳我哋記載過咧，佢喺馬可樓呢個地方嗰班使徒去聚會。使徒行傳記載他在家中的聚會。喺羅馬書咧，保羅咧有一個提過一個羅馬教會嘅一個叫做瑪利亞。羅馬書當中其實也提到在羅馬教會的瑪利亞。佢講到咧，佢係為到大家咧多受呢個勞苦。其中提到為你們多受勞苦。我哋睇翻今日嘅經文。第一大點就係講到咩咧？就係下一張 slide。神咧係揀選一啲好平凡嘅人去做一啲不平凡嘅事。第一點，神會揀選一些平凡的人做一些不平凡的事。一陣間我睇落去經文知道咧，瑪利亞其實係一個係咩啊？鄉村嘅一個10幾歲嘅女仔。其實我們從經文當中可以看出，瑪利亞就是一個10幾歲的鄉村的女子。佢唔係出於皇族，亦都唔係咧喺一個祭司家庭長大。她並不是出生於王族或者祭司家庭。佢只不過係一個拿撒勒一個鄉村嘅鄉下妹。她只是一個普通的拿撒勒鄉村少女。但係咧，上帝就揀選佢成為咧耶穌基督救主嘅母親。但是神卻揀選她成為救主的母親。我哋咧呢一樣嘢就提醒我哋知道神嘅恩典係臨到謙卑嘅人。所以這就提醒我們，神的恩典能臨到謙卑的人。亦都提到咧，其實母親嘅角色咧係好神聖。同時也提到母親的角色是很神聖的。無論佢喺社會嘅地位係高定低都好，呢個職份都係一個好尊榮嘅職份。無論他的社會地位高低，這個職分都是非常尊貴的。我哋進入今日嘅經文啦，我哋睇第20章 slide，喺路加福音嘅第1章嘅第26節。路加福音第1章第26節。佢話到了第6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嘅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第6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其實咧喺呢段經文之前咧，上帝咧係冇講嘢，已經係400年。其實在這節經文之前，上帝有400年沒有說過話。冇任何嘅啟示，沒有任何啟示，冇任何嘅神蹟，沒有任何神蹟。直到咧喺呢個善事發生之前咧，就天使加百列先同呢個撒迦利亞先知去講咗一番説話。然後在這個神事之前，就是天使加百列才和拿撒勒去講了這樣的話。同呢個撒迦利亞講咗一番説話。同撒迦利亞講了這番的話。所以今日呢段説話咧係第2段嘅説話。所以今天這段說法是第2段說話。呢個6個月係講咩6個月咧？這個6個月到底是指哪6個月？就係講到伊麗莎白咧已經有咗新孕6個月。是指伊麗莎白已經有了新人6個月。我知道伊麗莎白咧其實係瑪利亞嘅一個嘅親戚。伊麗莎白是瑪利亞的親戚。佢同咧撒迦利亞咧都係祭司職分。他和撒迦利亞都是祭司身份。佢哋兩個咧年紀好老邁㗎啦。他們兩個年紀都非常大了。但係咧就冇兒子。就沒有。所以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咧，呢個天使先同呢個撒迦利亞講，佢咧會有一個兒子。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天使和撒迦利亞才會講到他們兩個會有一個兒子。呢個兒子咧就係咩啊？施洗約翰。這個兒子就是施洗約翰。所以成個古仔咧就係2個家庭2個嘅兒子。所以這個故事就是指有2個家庭，有2個孩子。先係撒迦利亞同埋呢個伊麗莎白。先是撒迦利亞和伊麗莎白。跟住就係瑪利亞同埋呢個約瑟。接着就是瑪利亞和約瑟。天使加百列咧就係一個傳遞信息嘅天使。天使加百利亞就是傳遞信息的。佢先咧同呢個撒迦利亞傳咗嗰個消息。他先同撒迦利亞傳了消息。而家第2段消息就傳俾瑪利亞。第2段消息就傳給瑪利亞。呢度話去到加利利一座城去，呢個城叫做拿撒勒。他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叫拿撒勒。嗱喺地圖上高咧，我哋揾唔到拿撒勒呢個地方嘅。
我們在地圖上是找不到這裡的。而喺舊約咧，從來都冇提過拿撒勒呢個地方。在舊約也沒有提到拿撒勒。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鄉下嘅地方。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偏僻。有人講過咧，大概咧有幾百個人喺裏邊居住。大概有幾百個人在裡面居住。一個好鄉下冇咩人知嘅地方。這是一個非常偏僻、荒無人煙的地方。記唔記得新約嘅時候，當呢個拿但業介紹呢個耶穌俾腓力嘅時候，當新約嘅時，新約嘅時，新約拿但業介紹腓力給耶穌的時候，我介紹耶穌俾腓力，介紹耶穌俾腓力。介紹耶穌給腓力的時候，佢就話拿撒勒仲可以出啲咩好東西呢？所以拿撒勒就可以有什麼好的東西？所以一個好細嘅鄉村嘅地方。就是一個很小的、很偏僻的地方。而上帝就揀選咗一個好窮困嘅女子，就揀選了一個非常窮困的女子，好唔顯眼嘅女子，不顯眼的女子，但係佢係一個蒙大恩嘅女子。但她是蒙大恩的女子。佢中意咧生呢個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她非常喜歡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所以就對佢講呢番嘅説話。所以就講了這番話。佢話到一個童女那裏，已經許配咗大衛家裏嘅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嘅名字叫做瑪利亞。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瑪利亞。聖經好多嘅雙重認證嘅。聖經當中有很多雙重的認證。意思係話咧，聖經一個啟示俾一個人，又會用一個啟示俾另一個人。也就是說，聖經會啟示這樣一個人，然後同樣的啟示會啟發到另外一個人。好似咧，耶穌基督出生，佢先啟示俾瑪利亞，就好像耶穌基督出生先啟示給瑪利亞，跟住又啟示俾呢個約瑟。然後又啟示給約瑟。記唔記得呢個彼得同埋哥尼流嗰個古仔？還記得彼得同哥尼流嘅故事嗎？喺呢個使徒行傳第10章嘅時候都講到，使徒行傳第10章其實也神嘅使者咧分別咁樣咧顯示俾呢個彼得同埋俾哥尼流聽。然後神的使者同時啟示給彼得同哥尼流聽。又記唔記得呢個掃羅同埋呢個嘅亞拿尼亞？還有就是掃羅和阿拉尼亞，佢哋兩個咧都係蒙主嘅啟示去完成一件掃羅得救嗰件事。他們都是蒙主的啟示來完成得救這樣的事。所以今日嘅古仔就係兩個家庭嘅故事。所以今天的故事就是兩個家庭的故事。上帝咧有唔同嘅啟示喺呢兩個家庭嘅裏面。上帝有不同的故事啟示這兩個家庭，讓佢哋咧去印證耶穌基督嘅出生。他們認證了耶穌基督的出世。呢度講到童女，這裡說到了童女，英文就係 virgin 嗰個字。英文就是 virgin，意思咧，從來咧冇同男人行過房嗰個嘅女子，也就是指沒有同男人行過房的女子。而佢咧係大衛家裏邊嘅人，她是大衛家的人，所以知道咧喺瑪利亞呢個族譜裏邊咧係有大衛呢個家族喺度遺傳落嚟。所以瑪利亞其實就是大衛家這樣傳下來。呢個約瑟就係許配咗俾約瑟。約瑟就是被許配了。啊，當時咧佢哋啲結婚咧就係唔係而家自由戀愛咁樣結婚嘅。當時的結婚其實就並不是自由戀愛這樣子。佢哋咧細個咧就呢雙方家長咧就可以協定咗同意佢哋嘅婚姻。在他們小的時候就簽下了協定，讓他們訂婚。跟住咧10零歲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做一個動作叫做訂婚嘅動作。10來歲就做了一個叫訂婚的動作。佢哋許配一個儀式咁樣。就很像許配的儀式。就好似瑪利亞咧已經許配咗俾約瑟。就很像瑪利亞已經許配給了約瑟。通常1年之後咧，佢哋就會完成嗰個嘅婚約。在1年之後，他們可能就會完成婚約。佢哋咧會有7日嗰個嘅婚約嘅慶祝。他們可能就會有7天的慶祝。瑪利亞嗰個情況就係佢已經許配咗俾約瑟。瑪利亞的情況是，他就已經許配給了約瑟。當時許配咗俾人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成立咗個婚姻咁嘅意思。許配給人了以後，就是等於成立了婚姻。意思就話咧，如果佢哋要解除呢個婚約嘅時候咧，就要兩個條件。那如果要解除這個婚約，就需要2個條件。一係咧就係呢個叫做離婚啦。一個就是離婚。另一樣嘢咧就可能係話對方個配偶死咗。另外一個條件就是對方的配偶去世。所以我哋讀新約嘅時候，成日聽到好多咩寡婦。所以在新約的時候，我們經常會聽到寡婦的說法。有老嘅寡婦，有年輕嘅寡婦。有老的寡婦，也有年輕的。就可能年輕嘅寡婦就係咩咧？就係佢哋喺嗰個訂咗婚之後，佢哋嘅丈夫就離世。年輕的寡婦就是指在訂婚之後，他們的丈夫離世。所以咧1年之內佢哋就要結婚啦。所以1年之內他們就要結婚。但係呢度講到佢哋就發生咗一件好奇妙嘅事。但是在這裡他們就講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大家知唔知瑪利亞個英文名翻出嚟係乜嘢？大家知道瑪利亞的英文名翻譯出來是什麼嗎？係被高舉嘅人。是指被高舉的人。嗱，佢本身個身份係好卑微。
她本身身份是很卑微係一的，個好鄉村嘅地方一個嘅童女。是一個鄉村地方的童女。嗰陣時嚟講，佢只係10零歲嘅一個女仔，當時她也只有十幾歲，但係呢件奇妙嘅事就要發生喺佢嘅生命上高。但是這件很奇妙的事情在她身上發生。呢個童女係講到佢喺懷耶穌之前，同埋係懷緊耶穌嗰陣時候，都仲係一個童女嘅身份。她在懷耶穌之前和在懷耶穌的時候都是一個童女身份。意思就係話咧，我哋講個聖經係咩啊？佢係婦女所生嘅兒子，聖經當中其實也提到他是婦女所生的兒子，所以佢係冇帶嚟嗰個罪污嘅。他就沒有帶來罪污的。佢好神奇咁樣，聖靈感孕，令到喺個子宮裏邊成為咗一個胎兒。很神奇的是，他在受到聖靈感染，就在子宮裡面形成胎兒。喺當中咧就係道成咗肉身。在當中就道成肉身。喺第28節，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嘅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第28節，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咁蒙大恩嘅女子就係話你被揀選咗個特別任務啊，瑪利亞。蒙大恩的女子就是指被選中擔當某種特別任務的女子瑪利亞。大家留意嗰個字係蒙大恩啊！大家要注意這個字是蒙大。佢同我哋每一個罪人都係一樣嘅，他和我們每一個罪人都是一樣，都係蒙恩嘅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佢唔係一個施恩者，他不是施恩者，佢只不過係蒙恩嘅女子。他是蒙恩的女子。但係佢呢個恩真係一個大恩嚟嘅。這個恩其實是一個大恩。我記唔記得我開頭講過話，上帝冇講嘢已經400幾年。其實剛才我們也說過，上帝在這之前有400年沒有任何的說話。其實當時嘅猶太人咧，每一個女子咧都知道彌賽亞要降臨。其實當時的猶太人都知道女子，當時的女子其實都知道每一個猶大人都要降臨。有彌賽亞要降臨。彌賽亞要降臨。彌賽亞降臨嘅時候咧，佢哋每一個都好想咧成為彌賽亞嘅媽媽。然後彌賽亞降臨的時候，他們每一個人都想成為他的媽媽。佢哋知道咧好熟舊約嘅聖經。他們很熟悉舊約的聖經。每一個人都期待自己成為嗰個嘅母親。每一個人都期待自己成為母親。所以天使話你係蒙大恩㗎，瑪利亞。所以天使就說你是蒙大恩的嘛。跟住就係主同你同在。主同你同在。主同你同在就令我想起係佢係蒙大係主要同在就係上帝係喺呢件事上高係陪伴住佢行走。其實也就想到上帝在這一件事當中一直陪伴着他。佢係眷顧佢同埋臨在喺佢嘅身上高。他是眷顧他，然後臨降在他的身上。我哋睇第28章 slide。瑪利亞聽到之後個反應係乜嘢咧？瑪利亞聽到之後反應如何？佢第一個係困惑啦。首先就是困惑。但係佢亦都係有信心。但他有信心。當天使同佢講話佢要懷孕生耶穌嘅時候，當天使向他宣告懷孕的消息時，佢就會好驚慌。他會很驚慌。但係聖經話佢係反覆嘅去思想。但聖經當中講是反覆的思想。喺理性上高咧，佢唔可以明白嘅。在理性上面，他是無法明白的。但係咧，佢要對上帝係有信心。但他對上帝是有信心。佢冇拒絕上帝喺佢生命上高嗰個嘅旨意。他其實並沒有拒絕上帝在他生命當中的旨意。每一位母親我都勸告大家。每一位母親我都勸大家。其實當我育養呢個孩子嘅時候，當你們在育養孩子的時候，其實咧我哋面對好多嘅挑戰。你們面對了非常多的挑戰。我哋咧有時要學習呢個瑪利亞一樣。我們時時都要學習瑪利亞。可能而家我哋喺一個困惑嘅裏面。可能你是在困惑當中。我哋喺度尋求緊主嘅帶領。我們其實要尋求主的帶領。但我哋要知道，我哋我哋每一個母親都要有信心。但其實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母親都是有信心。當我哋母親有信心嘅時候咧，就成為一個家庭好重要嘅祝福。母親有信心，家庭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祝福。成為咧主要行大事、行神蹟嘅一個地方。成為了主要行大事、行大能的一個地方。我哋睇第20章 slide 第29節。佢話瑪利亞因為這晚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瑪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天使對他說：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天使對他說：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其實每一個人見到天使咧，我相信都會好驚慌。其實每一個人見到天使的時候都會很驚慌。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反應。這個反應是很正常的。瑪利亞都係一個女仔，好細個，10幾歲嘅女仔。瑪利亞其實都是一個10幾歲的小女孩。有人講過咧，可能咧佢冇乜點學過嘢，讀過書。
有人說他沒怎麼讀書，但係咧佢見到天使嘅時候，佢就好驚慌。但他見到天使的時候就比較驚慌。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前面嘅經文咧，其實撒迦利亞呢個祭司佢見到天使嘅時候，佢都係驚慌害怕。其實，在前面的經文也提到，撒迦利亞在見天使的時候也會驚慌害怕。但係瑪利亞就做咗一個反應咧，但瑪利亞的反應，佢就係反應就係反覆思想。他就是反覆思想。其實反覆思想咧不斷咧喺路加福音裏邊出現。反覆思想其實不斷地在路加福音出現。我哋睇第10章啦，喺路加福音嘅第2章第19節，當耶穌出生嘅時候，啲天使啊喺個天上高聲唱嘅時候，佢話瑪利亞卻把這一切嘅事存在心裏，反覆嘅思想。路加福音2章第19節，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存在心裏，反覆思想。又記唔記得當佢哋上呢個聖殿敬拜嘅時候啦，12歲嘅耶穌走散咗。聖靈敬拜的時候，12歲的耶穌走散。佢哋揾翻耶穌嘅時候，他們找回耶穌的時候，佢就話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的母親瑪利亞就把這一切嘅事都存在心裏。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些的事都存在心裏。弟兄姊妹，當我哋面對上帝一啲好奇妙嘅事係發生喺我哋嘅生命上高嘅時候，當我們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情在我們身上發生的時候，我哋咧唔好即刻下一個判斷。我們不要馬上做判斷。我哋學下瑪利亞，我們要學一下瑪利亞。我哋雖然係好驚慌，我們一開始會比較驚慌。點解呢樣嘢會臨到我嘅？為什麼這一件事情會在我身上？佢就常常咩反覆嘅思想。但是瑪利亞反覆思想。反覆思想點解呢件事會喺我身上高發生？反覆思想為什麼這件事在我身上發生？反覆思想嘅時候就係俾神有機會喺我哋嘅生命上高做工作做引導。反覆思想的同時，就有時間給神讓帶領我們在我們身上做工。所以好似我學習瑪利亞一樣啦，常常反覆思想上帝喺佢生命上高嘅工作。所以要像瑪利亞一樣反覆思想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工。我睇第21章 slide 第31節，天使話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天使說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大家都知耶穌個名喺舊約裏面就係 Joshua 嗰個約書亞嗰個字。耶穌的名其實大家在舊約當中都知道，就是約書亞 Joshua，就係耶和華救主或者耶和華嘅救恩咁嘅意思。就是耶和華的救主或救恩。天使就同佢講咗耶和華喺瑪利亞生命上高嗰個嘅計劃。天使其實就講了瑪利亞在他生命當中的計劃。佢話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做耶穌。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耶穌。嗰度咧，佢要生一個兒子。他們要生一個兒子。佢係一個童女，要生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童女，所以要生個兒子。呢個係冇罪嘅兒子。這個兒子是無罪的。係100%一個人嚟嘅。是完完全全的一個人。其實呢度諗起以賽亞書嘅一個嘅兆頭。所以我們就想到以賽亞書的一個記載。我哋睇第8章啦，喺以賽亞書嘅第7章第14節，佢話：因此主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嘅意思就係神與你哋同在咁嘅意思。因此主自己要你們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其實當時嚟講，佢未出嫁就有咗孩子，其實係好危險。其實，在當時來看，未出嫁就有了孩子是很危險的。佢點同佢父母交代呢？他怎麼去和父母交代？佢點同你個約瑟交代呢？怎麼和約瑟交代？你當時嚟講咧，佢係可能被石頭打死，因為佢當佢犯咗奸淫。當時他可能會被石頭打死，因為犯了奸淫。所以瑪利亞驚慌咧，唔係奇怪嘅。所以瑪利亞的驚慌並不出奇。我哋睇第21章啦，喺第32節，佢話：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嘅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嘅位給他。32節，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嘅王，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其實咧，加百列咧同瑪利亞講咗好多嘅預言。就是加百利對瑪利亞也講得非常多的話。有7個嘅預言。有7個語言。有一部分咧已經係我哋今時今日已經成就咗。其中有些已經在現在生活當中發生。仲有2樣嘢咧係未發生嘅。還有2樣事情沒有發生。喺第32節、第31同埋32節有5個嘅預言。在31和32節有5個預言。佢首先話佢要咩？喺肚裏邊有 BB 咯。首先就是在肚子裡面有孩子。佢要生一個孩子，一個人。
他要生一個孩子，一個人，第三就係佢要叫做耶穌。生下來要叫耶穌。第32節佢話咩？佢係至高者嘅兒子。32節提到是至高者的兒子。嗱，當時嚟講至高者就係對 highest 咁嘅意思。當時的至高者就是 highest， 即係講到上帝無上、至高無上嘅上帝。也就是指至高無上的上帝。即係喺呢個靈界裏邊至高嘅，喺地上高亦都係至高嗰位嘅上帝。就是在靈當中是至高的，在世上也是至高的。跟住講到彌賽亞嗰個皇位啦，然後講到彌賽亞的王位，佢係喺大衛祖先嗰裏邊流傳落嚟嘅。是大衛祖先流傳下來。佢哋當時知道彌賽亞就係大衛嘅子孫，彌賽亞其實就是大衛的子孫，所以佢係至高神嘅兒子。所以他是至高神的兒子。一方面亦都係大衛嘅孫子、子孫。一方面也是大衛的子孫。所以佢就係100%嘅神啦，100%嘅人啦。所以他是100%的神和人。佢都係用雅各家為王。他也是雅各家。我哋講雅各家就係講到以色列民嘅一個別稱。他其實雅各家就是以色列民的別稱。所以加百列同瑪利亞講咗5個嘅預言。所以加百列同雅各講了5個預言。瑪利亞。瑪利亞講了5個預言。首先就係講佢會懷孕生子，懷孕啦。首先就是懷孕。跟住要生一個孩子。跟住要生孩子。跟住要叫佢做耶穌。要叫他做耶穌。佢係至高者嘅兒子。他是至高者的兒子。佢亦都係大衛家族嘅一個嘅子孫。他也是大衛家族的子孫。跟住佢講落去嘅時候咧，就有2個嘅預言。緊接着就有2個預言。我哋遲啲再睇翻第33章啦。佢話你第33節得唔使33嚇，21章啦嚇。佢話你要作雅各家嘅王，直到永遠。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嘅國也沒有窮盡。他的國也沒有窮盡。講到佢就係大衛嗰個家族流傳落嚟嘅子孫。他又是大衛家族流傳下來。佢將來咧要喺呢個掌管全地、掌管以色列。他要掌管全地，掌管以色列。同埋佢講到咧，佢嘅國係沒有窮盡。他的國沒有窮盡。呢度係講到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候。這就講到耶穌基督再回來。耶穌再嚟嘅時候，佢就係以一個王者嘅身份嚟到。耶穌再來的時候是以王者的身份回來。佢要審判活人死人，佢就係嗰位主，嗰位上帝。他要審判活人死人，他就是那位主。同埋佢嘅國度係永無窮盡。他的國度永無窮盡。所以佢要喺大衛嘅家裏邊去同呢個以色列做王。所以他在大衛的家裡給以色列做王。將來佢同每一個人，我哋都會稱佢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在將來，我們都稱他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哋跟住睇到第34節。天使對瑪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第34節，瑪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我哋睇下一張 slide，第35節。佢話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在你身上，至高者嘅能力要蔭庇你，因此你所要生嘅聖者必稱為神嘅兒子。天使回答說：聖靈要降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所以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俾瑪利亞第一個反應係乜嘢呢？瑪利亞的反應是怎麼樣？瑪利亞唔係唔信啊，瑪利亞並非沒有信，只不過係懷疑啫。只是懷疑。意思就係佢相信天使嘅説話。他相信天使的說話。但係佢知道話，我冇同男人同房，我點樣可以懷孕呢？但是他在想，我沒有和男人同房，怎麼懷孕呢？嗱，呢個相對翻撒迦利亞之前對天使個反應就好唔同。這其實和撒迦利亞之前對天使的反應不同。我知道撒迦利亞呢個祭司佢係不信嘅。撒迦利亞這個祭司他是不信的。但係咧，佢不信嘅時候咧，天使上帝就懲罰佢，讓佢講唔到嘢。不信的時候，上帝就懲罰撒迦利亞，讓他說不了話。直到咧施洗約翰出咗世之後咧，佢先至可以講翻嘢。直到施洗約翰出生，他才可以說話。但係呢個俾我睇到瑪利亞係完全嘅信服。但是瑪利亞就完全信服。我睇翻第29章啦，佢完完全全信服嘅上帝嘅説話。他完完全全順服上帝的說話。當呢個天使解釋嘅時候，天使在解釋的時候，佢只係疑惑點樣做成呢件事。他是很疑惑怎麼去做成這樣的事。佢冇疑惑到上帝俾佢嘅説話。他並沒有疑惑上帝的說話。我俾每個母親一句説話就係我哋要順服咯。我給母親每一個教訓就是要順服。我哋要順服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順服上帝嘅時候，我就可以塑造我哋下一代，做敬虔嘅下一代。在順服上帝的同時，我們就能塑造虔誠的下一代。同埋好重要就係我哋常常去依靠神啦。我們經常要依靠神。我哋唔好單單憑咗自己嘅智慧去教養我哋嘅兒子。我們不能單靠自己的智慧去養育我們的孩子。但好重要一樣嘢，母親呢個角色的確係上帝所賜有使命嘅。母親的角色是神所賜予的使命。我哋咧要尋求上帝嘅旨意喺呢個孩子嘅身上高。我
我們要尋求神的旨意在孩子身上，唔係求我哋自己嘅意思。而不是靠我們自己的意思，思。我哋咧要分別為聖，唔好跟隨呢個世界嘅價值觀。我們要分別為聖，不要跟隨這個世界的價值觀。但係當我哋咁行嘅時候，嗰個分別為聖嘅生活嘅時候，但我們在行着分別為聖的生活時，我哋就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好多嘅壓力。我們就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壓力。可能同咧孩子啊，同配偶都會有衝突。可能會和孩子、配偶有衝突。但我哋要學習點樣交託俾上帝。我們要學習如何交託給上帝。我哋要學習瑪利亞嗰個嘅交託。我們要學習瑪利亞的交託。我哋睇第22章3。跟住天使就回答佢話：聖靈要臨在你身上，至高者嘅能力要蔭庇你，因此你所要生嘅聖者必要稱為神嘅兒子。天使回答說：聖靈要降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所以當瑪利亞問天使呢樣嘢點樣成就呢？所以瑪利亞問天使這件事情如何成就？其實講到呢個係完完全全100%係咩？聖靈嘅工作。其實這是完完全全是聖靈的工作。呢個講到至高者嘅能力要蔭庇你。這裡說到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英文就係 overshadowing 嗰個字。英文就是 overshadowing。就好似咧喺呢個聖殿呢個至聖所裏邊呢個Shekinah Glory 喺個聖殿裏邊嗰個嘅情況。就很像在聖殿當中的情況。就係呢個煙霧迷幻啊，好多煙霧喺裏邊。有很多的煙霧。又好似咧耶穌基督登山變像，記唔記得啊？就很像耶穌基督的登山。登山變像。變像一樣。嚇，用雲彩咧喺嗰度咧去遮蓋嗰班人一樣。要用雲彩來遮蓋。所以咧就喺個榮耀嘅雲彩嘅裏面，亦都係耶穌變像嘅時候喺雲彩嘅裏面，同一個字。就像耶和華在榮耀的雲彩當中，在變相的雲彩中。佢講到咧要生一個分別為聖嘅聖者。要生一個分別為聖的聖者。係一未犯過罪嘅。沒有犯過罪的。雖然佢係人，但係佢係未犯過罪。雖然他是人，但他沒有犯過罪。因為佢係人，係冇犯過罪，先可以為我哋罪人去咩？去贖罪。因為他是沒有犯過罪的人，才有資格做我們罪人的救主。但係呢度講到話必稱為神嘅兒子。但這裡說到必稱為神的兒子。所以佢完完全全就係嗰位上帝啦。所以他就是完完全全那位上帝。佢都係完完全全嘅一個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道成肉身嘅主耶穌就係有神人二性嘅，弟兄姊妹。所以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就是有神人二性。佢成為我哋嘅救主，喺消極方面，佢為我哋承擔咗我哋嘅罪。他有資格成為人的救主，他可以讓我們他可以代替人擔罪。喺積極方面，佢就話將呢個神嘅義啊賜咗俾我哋每一個人。在積極的方面，可以將神的生命賜給人。我哋要順服啦，好似瑪利亞一樣。我們要像瑪利亞一樣順服。聖靈嘅工作先可以喺我哋生命上高去彰顯出來。聖靈的工作可以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跟住天使繼續講落去，佢話：況且你嘅親戚以利沙伯，在佢年老嘅時候有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嘅，現在已經有6個月嘅新人。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6個月了。天使第一次顯示喺耶路撒冷。天使第一次在耶路撒冷顯喺個祭殿嘅聖殿裏邊，同呢個祭司撒加利亞説話。在祭殿當中和撒加利亞說話。喺今次喺瑪利亞喺個拿撒勒一個嘅村莊裏邊，同一個好窮嘅少女去説話。在撒加利亞村莊當中，同一個很窮的少女說話。拿撒勒呢個地方。在拿撒勒這個地方。喺之前咧嗰個祭司係唔信嘅。之前的祭司是不信的，但係瑪利亞喺度係相信嘅。瑪利亞就相信了。睇唔睇到個對比啊？弟兄姊妹，有沒有看到這當中的對比？但係點解之前要有以利沙伯同埋撒加利亞呢件事咧？之前有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亞這件事，就係讓瑪利亞可以去攞個印證，就可以讓瑪利亞拿這個印證。因為佢懷咗個胎係聖靈感孕嘅。因為懷的這個胎是聖靈感。佢唔知道點解會咁樣，有咩神跡出現。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有什麼神跡。所以天使就話你去揾阿以利沙伯啦。所以天使就說你找一下以利沙伯。佢已經係懷咗孕啦。他已經懷了孕。一對好年老嘅夫婦係懷咗孕。一對很年老嘅夫婦懷孕。今次瑪利亞同埋約瑟就一班已經訂咗婚嘅夫婦，但係未成婚嘅，亦都係懷咗孕。瑪利亞和約瑟他們已經訂了婚，但是沒有懷孕。佢哋兩個都係一個神跡。他們兩個其實都是一個神跡。但係只有耶穌嗰個神跡係一個我哋叫做呢個童女生子嘅神跡。
只有耶穌這樣的奇蹟是童女生子的奇蹟。跟住佢講到就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們就說到，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跟住第37節佢話，因為出於神嘅話，沒有一句不是帶着能力嘅。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我哋睇到瑪利亞嘅信心。所以我們看到了瑪利亞的信心。當天使向瑪利亞報喜訊消息嘅時候，天使向瑪利亞報訊息的時候，佢的確係有啲震撼嘅。他其實是有一些震撼的，因為會徹底改變佢嘅人生。因為會徹底改變他的人生。佢未出嫁就有咗肚裏邊嘅耶穌。他沒有出嫁，其實在肚子裡就有了耶穌。佢一生咧都要背負呢個不名譽嘅事。其實他一生都要背負這樣的不明顯的事。亦都係好危險，佢可能會被屋企趕出嚟啦。可能很危險，會被家裡嘅人趕出來。又可能俾阿約瑟去休咗佢啦。可能會被約瑟休掉。其實大家如果熟正經都知道約瑟其實真係有一個咁嘅念頭。所以大家熟悉聖經就知道約瑟有這樣的念頭。所以咧，天使就再一次向約瑟去啟示、去顯現。所以天使就向約瑟啟示顯現。亦都有機會咧，瑪利亞因為咁樣做嘅時候會俾石頭去打死，因為佢犯咗奸淫嘅罪。所以這樣做，瑪利亞就很可能被石頭打死，因為他犯了奸淫。但係佢好謙卑咁樣回答。但是他很謙卑的回答。佢話：我是主嘅使女。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使女呢個字就係一個奴隸咁嘅意思。使女就是奴隸的意思。意思就話佢係一個屬於主嘅。它是屬於主的。任由主去用嘅一個嘅奴隸。是任由主使用的奴隸。佢嘅身體咧，佢嘅生命都係屬於主。他的身體生命都是屬於主。佢願意照主嘅安排去做事。他願意照着主的安排去做事。佢話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意思就係瑪利亞已經放下一切嘅憂慮。瑪利亞就已經放下了一切的憂慮。佢嘅名節啦，他的名節，佢嘅性命啦，他的性命，一切佢都唔再珍惜。這一切都不再珍惜。佢只求上帝嘅話喺佢嘅生命上高去成就。他就只求神的話語能夠成就。弟兄姊妹，我哋學習下瑪利亞嘅心智啊！弟兄姊妹，我們要學習一下瑪利亞的心智。有啲嘢我哋唔係我哋想要做嘅。有的事情不是我們想去做的。但係上帝要我哋去做嘅時候，但上帝要我們做的時候，我哋願唔願意去配合上帝咧？我們是否願意配合呢？我哋願唔願意咧？出於愛神嘅原因，出於愛神的原因，我哋願意佢嘅話成就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我們願意讓他的話成就在每個人身上。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哋嘅身上高。呈現你們的話在我們的身上。但係瑪利亞咧唔係停喺呢度。但瑪利亞不止於此。話天使就離開佢去咗啦。天使就離他而去了。如果大家讀落去喺路加福音嘅第39章一路讀落去嘅，但係39節一路讀落去嘅時候，如果大家從路加福音39節這樣讀下去，去到45節嘅時候，就講到瑪利亞咧去揾呢個以利沙伯。在45節，瑪利亞投往伊麗莎白。佢咧就佢知道以利沙伯有咗 BB 之後咧，佢就去揾以利沙伯。他知道伊麗莎白有了孩子之後，就去見伊麗莎白。嗱，記得我嗰陣時講過，瑪利亞唔係好有錢嘅。其實當時瑪利亞並不是很有錢。佢由拿撒勒去到耶路撒冷呢個地方咧，大概要3-4日嘅路程。就是在從拿撒勒到耶路撒冷這地方，大概要30-40日的路程。佢為咗要引證呢一件事，佢就揾以利沙伯。所以他要印證這個事情，就去找伊麗莎白。成件事就係瑪利亞咧就知道以利沙伯有咗 BB。瑪利亞其實就知道伊麗莎白有了孩子。但係伊利沙伯就唔知道瑪利亞有咗 BB。但是伊麗莎白卻不知道瑪利亞有孩子。而嗰陣時伊利沙伯個 BB 已經6個月㗎啦。當時伊麗莎白的孩子已經有6個月。所以當瑪利亞一入去見到伊利沙伯嘅時候，瑪利亞見到伊麗莎白的時候，伊利沙伯一聽到瑪利亞問安嘅時候，伊麗莎白一見到瑪利亞問安的時候，佢所懷嘅胎就喺腹裏邊跳動。他所懷的胎在腹中跳動，即係好開心咁樣跳咗出嚟咁嘅意思。也就是很開心這樣跳了出來。跟住咧就伊利沙伯就知道瑪利亞又有咗新人啦。伊麗莎白就知道瑪利亞其實有。跟住就話：我主母到我這裏來，這是從哪裏得的呢？因為你問安嘅聲音入我耳中，我腹中嘅胎就歡喜跳動啦。因為我主母到我這裏來，我主沒有到我這裡來，這是從哪裏得的呢？這是從哪裡得的呢？因為你嘅問安嘅聲音一入我耳，因為你問安的聲音我已經入我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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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腹中嘅胎就歡喜跳動。我腹中的胎就歡喜跳動。伊麗莎白原本唔知瑪利亞已經有咗新人，伊麗莎白其實不知道瑪利亞有了新人。跟住瑪利亞去揾佢嘅時候，瑪利亞在找他的時候，佢一問安嘅時候，在問安的時候，被聖靈充滿佢嘅施洗約翰喺個肚裏邊就跳動。所以在施洗約翰在他的肚子當中跳動。我哋知道成件事都係一個好神奇嘅印證，所以整件事情都是很神奇的驗證。讓瑪利亞更加有信心，瑪利亞就更加有信心，去行上呢條難行嘅路，就走了這條很難走的背路，負一個唔好嘅名聲，背負着一個不好的名聲，將耶穌基督懷孕跟住生咗落嚟。將耶穌基督懷孕，然後生了下來。所以每一樣嘢都有鋪排嘅，弟兄姊妹。所以每件事情都有鋪墊。我哋可能有懷疑，我們可能有懷疑，但係當我哋願意去尋找嘅時候，當我們願意尋找的時候，就好似瑪利亞揾到伊麗莎白，就好像瑪利亞找到伊麗莎白，跟住咧伊麗莎白嗰度住咗3個月，然後在伊麗莎白那裡住佢先至了3個月翻去拿撒勒呢個地方。然後才回到拿撒勒。喺呢度講到佢哋嗰個初懷孕嗰件事，所以就講到了他們當初懷孕那件事。因為天使話俾佢聽，伊麗莎白已經有咗新人，因為天使給他說伊麗莎白已經有了新人，所以瑪利亞就去揾伊麗莎白去印證呢樣嘢。所以瑪利亞就找伊麗莎白去驗證這樣事情。當佢見到伊麗莎白已經有咗新人嘅時候，當他見到伊麗莎白已經有了新佢人，就相信天使同佢所講嘅説話就要成就。他就給他說天使所講的話要成就。跟住咧，佢就作咗一首叫做瑪利亞頌嘅詩歌。然後就講到了瑪利亞頌的詩歌。我哋睇係下一張啦，下一張啦。話瑪利亞說：我嘅心尊主為大，我嘅靈以我嘅神，我嘅救主為樂。瑪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榮。喺路加福音咧有4篇嘅頌歌，路加福音當中有4篇頌歌，有呢一篇嘅瑪利亞頌，有這篇瑪利亞頌，有撒加利亞頌，有撒加利亞頌，有天使宣告耶穌基督出生時候嘅榮耀頌，有榮耀頌，有呢個西面頌。有西面頌。瑪利亞頌就係喺今日記載嘅第46節，瑪利亞頌在今天記載的第46節，去到第56節。到第56節。其實讀嘅時候，大家可能會好快咁樣讀過咗。但大家讀的時候可能會很快的讀過。但係當我查考嘅時候咧，發覺原來當中有好多嘅意思。但是在查考的時候，當中其實就有很多的意義。記唔記得我講過瑪利亞係一個窮村莊嘅一個10幾歲嘅童女？瑪利亞是一個窮村莊當中的10幾歲的童女，可能佢冇乜受過教育，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係佢咧對聖經係非常熟悉嘅。但她對聖經非常熟悉。其實每一節嘅經文咧都係舊約嘅經文，所以每一節的經文都是舊約的經文。第46節到第56節全部都係有啲舊約嘅經文， 46節到56節其實都是有一些舊約的經文，包括咗摩西五經啦，就包括摩西五經，包括咗呢個先知書啦，包括先知書，包括咗喺當中嗰個律法書啦。包括律法書。每一節經文都係舊約嘅經文，每一節經文都是舊約的經文。所以其實瑪利亞咧係一個好熟聖經嘅一個嘅女子。所以瑪利亞是很熟聖經的女子。佢係我哋今日咧一個模範嘅信徒。所以今天就是無犯的信徒。佢唔單止聽咗上帝嘅説話，他不單只聽了上帝的說話，佢唔單止信上帝嘅説話，他不僅信上帝的說話，佢都願意係咩啊？順服喺上帝嘅説話嘅裏面。他更願意順服上帝的。當佢願意順服上帝嘅説話嘅時候，佢可以發出呢個頌歌去讚美上帝。他順服上帝的話語時，就發出頌歌讚美上帝。佢話：我心尊主為大，我嘅靈以我嘅救主為樂。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佢以神為佢嘅中心點，他以神為中心點，佢嘅心佢嘅靈都係咩？以主為大，尊主為樂。他的行和心都是以神為中心，尊主為樂。我哋睇到佢嘅生命就完完全全喺神嘅中心嘅裏面。我們的生命其實都完完全全在神的中心當中。跟住佢話：因為你顧念使女嘅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話那有權能嘅要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為聖。那有全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啊，頭兩句經文喺嗰度，我嘅心尊主為大，我嘅靈以我嘅救主為樂。愛心尊主為大，他的靈為是我樂。就係引用咗以賽亞書，引用了以賽亞書。或者第13章 slide，第13章 slide。以賽亞書第61章第10節，
佢話：我因耶和華大大嘅歡喜，我嘅心靠主快樂。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神快樂。跟住第48節話：因為佢顧念佢侍女嘅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因為他顧念神的卑微，所以要稱萬代要稱我有福。因為佢就講到神顧念我哋嘅卑微。這裡就講到神顧念我們的卑微。因為佢嘅慈愛永遠長存，喺詩篇嘅第136篇。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係詩篇嘅136篇。在詩篇的136篇。我哋睇翻第23章 slide。佢話佢憐憫敬畏佢嘅人，直到世世代代。憐憫知道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講到上帝嗰個嘅憐憫，就講到上帝的憐憫。憐憫係將佢慈愛歸於敬畏佢嘅人，直到永永遠遠。將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直到永永遠遠。所以瑪利亞就係敬畏上帝嘅人啦。所以瑪利亞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當佢敬畏上帝嘅人，佢就咩啊？上帝就會將佢升為至高。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就會將他升為至高。跟住佢又帶咗一個好重要嘅真理。所以就帶出了很重要的真理。佢話上帝係會懲罰嗰啲驕傲嘅人，會提升嗰啲謙卑嘅人。所以上帝會懲罰那些驕傲的人，提升謙卑的人。佢話他憐憫敬畏佢嘅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嘅人正心裏狂妄嘅時候，就被他趕散了。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他趕散了。我哋睇下一章45節，他叫有權位嘅失位，叫卑賤嘅升高。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佢叫飢餓嘅得飽食，叫富足嘅空手回去。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瑪利亞嘅頌歌就話到，嗰啲謙卑嘅人會被高舉。瑪利亞頌歌就說到，些謙卑的人會被高舉。其實喺我哋個得救嗰個信仰裏邊，每一部分我哋都係要謙卑。所以在得救的信仰當中，我們每一個部分都要做的謙卑。我哋要謙卑咁承認我哋係罪人嘅時候，我哋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哋嘅救主，我哋先可以得救。我們在接受謙卑的時候，我們也要願意承認耶穌是我們的救主，這樣才能得救。跟住喺我哋信仰生活裏邊，我哋都要學習謙卑。在信仰生活當中，我們都要學習謙卑。我哋謙卑喺神嘅話語嘅時候，上帝嘅能力就可以覆庇我哋。我們在謙卑的時候，上帝的能力就能降給我們。將來我哋喺天家得獎賞嘅時候，我們在天家得獎賞的時候，我哋當我哋謙卑咁服侍上帝嘅時候，我哋將來就有呢個冠冕。我們在謙卑服侍上帝的時候，我們就要這樣的冠冕。所以上帝係要報應嗰啲驕傲嘅人。所以上帝要報應那些驕傲的人。佢係咧叫一啲謙卑嘅人升高。他要叫那些謙卑的人升高。記唔記得瑪利亞個名字啊？還記得瑪利亞的名字嗎？係被高舉嗰個嘅人。是指被高舉的人。佢本身係一個卑微嘅侍女。他是一個卑微的使女。佢生咗一個好窮困嘅村落裏邊。他生在一個窮困的村落當中。佢可能冇讀過書。他可能沒有讀過書。但係佢對神嘅話語係認真。但他對神的話語是認真的。佢隨口咧可以講出舊約好多好多嘅經文。他出口可以說出很多舊約的經文。其實 Kevin 查嘅時候 ，Kevin 都查咗好耐。然後 Kevin 查的時候都查很久。用好多嘅串珠啊，好多嘅軟件先可以揾翻晒啲經文出嚟。用非常多的軟件才能查出這些經文。但係佢每一節瑪利亞頌嘅每一節經文都係舊約嘅經文嚟。但是瑪利亞頌的每一節經文都是舊約的經文。喺當中我哋睇到瑪利亞對主話語嗰個執着。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出瑪利亞對主的話語的執着。我哋今時今日點樣去讀聖經嘅咧，弟兄姊妹？我們現在大家怎麼如何去讀聖經？我哋有每一日去好用心咁樣去鑽研上帝嘅説話。我們每天都很用心注意上帝的說話。第一話咧，我哋咁輕輕做咗就算。還是我們隨隨便便讀一下就算？我哋靈修生活係點樣？我們的靈修生活如何？我哋禱告嘅生活係點樣？我們禱告生活如何？我讀完之後，我發覺咧自己咧好比唔上瑪利亞。我自己讀完之後都發現比不上瑪利亞。我係靠好多軟件啦，好多嘅工具書去幫我先可以查考聖經。我是通過一些軟件或者工具書才能查考聖經。但係瑪利亞隨口就可以咩啊？將呢啲舊約嘅經文背誦如呢個流一樣。但是瑪利亞就可以非常流利地將聖經經文背誦得很流利，同埋歌頌上帝。並且歌頌上帝。佢首先係歌頌上帝喺佢身上嗰個恩典。首先，他歌頌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跟住係歌頌上帝喺以色列家嘅恩典。然後歌頌上帝在以色列。佢話：你扶助了你嘅僕人以色列。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為要紀念亞伯拉罕和佢嘅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為要紀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呢個講到亞伯拉罕嗰個嘅約咯。這裡就說到亞伯拉罕的羊。亞伯拉罕嘅約就喺創世記嘅記載。亞伯拉罕的羊就是創世記的記載。耶和華話咩？我要賜福俾你。耶和華說：我要賜福給你。嗱，咒詛你嘅，我必要咒詛他；咒詛你的，我必要咒詛。地上嘅萬族必要因你得福。地上的萬族必要因你得福。今日呢個耶穌基督就喺瑪利亞嘅肚裏邊要誕生。耶穌基督在瑪利亞的肚子當中就馬上誕生。上帝嘅應許就要成立啦。上帝的應許就要成立。所以其實瑪利亞喺度講緊啲乜嘢呢？所以瑪利亞在說什麼呢？講緊上帝就係嗰位守約施慈愛嘅上帝。就講到上帝是那位很慈愛的上帝。當佢諗起成個救恩嘅故事嘅時候，當我們在講整個舊約故事的時候，我相信佢會諗起以下嘅經文。我們就可以想到以下的經文。我哋睇第8章 slide，喺創世記嘅時候，在創世記當中，當亞當夏娃犯罪之後，亞當犯罪之後，亞當夏娃。亞當夏娃犯罪的時候，耶和華就話：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嘅後裔和女人嘅後裔也要彼此為仇。女人嘅後裔要傷你嘅頭，你嘅後裔要傷他嘅腳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呢個就係對彌賽亞嘅一個承諾咯。這就是對彌賽亞的承諾。耶和華向夏娃承諾咗佢嘅後裔要傷呢個蛇嘅頭。耶和華要向夏娃的後裔說要傷你的頭。講到呢個亞伯拉罕嘅承諾，頭先我講過啦。就講到了亞伯拉罕的承諾。你都記唔記得大衛嘅承諾？你們還記得大衛的承諾嗎？大衛話：你嘅後裔必接續你嘅位，佢堅定佢嘅國。你的後裔要堅定你的呢度。堅定你的國。佢嘅國呢邊堅立直到永永遠遠。他的國在建立直到永永遠遠。就記唔記得佢同以賽亞先知嗰個嘅承諾？你們還記得他同以賽亞先知的承諾嗎？佢話：一有嬰孩為你而生，一有一子賜俾我哋，佢政權必擔在他嘅肩頭上，他名叫奇妙嘅策士、全能嘅神、永在嘅父、和平的君。以賽亞書：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並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又記唔記得耶利米喺一個公義嘅枝子嘅承諾？還記得耶利米公義之子的承諾嗎？佢話俾大衛興起一個公義嘅苗裔，他必掌王權，有智慧，並且要施行公平同埋公義。然後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跟住瑪利亞就講完佢嘅瑪利亞頌之後，然後瑪利亞講完之後，佢就係同伊麗莎白同住咗3個月，跟住就翻屋企。然後就和伊麗莎白同住3個月就回家了。所以差唔多咧，瑪利亞同伊麗莎白直到佢生產呢個施洗約翰嘅時候，佢先至翻屋企。瑪利亞和伊麗莎白在生產施洗約翰的時候才回到家。跟住翻屋企之後嘅故事，大家都知道係咪？然後回到家之後，故事也都知道了。就係佢生咗耶穌落嚟，就生了耶穌。跟住就一路喺無論耶穌嘅出生啦，然後就是耶穌的出生，佢嘅死亡啦，然後死亡、埋葬啦，埋葬、復活啦，復活，瑪利亞都喺當中。瑪利亞都在當中。其實我睇到瑪利亞咧，點樣係一個咩女子咧？所以瑪利亞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女子？瑪利亞嘅故事話俾佢聽咧，佢係一個勇敢同埋有愛嘅女子。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瑪利亞是一個勇敢有愛的女子。無論佢面對懷孕嗰個嘅艱辛，無論是懷孕的艱辛，佢又是馱住個 BB 嘅時候，又要逃難去埃及呢個地方。還有他帶着小孩子逃難去埃及。佢嘅喺十字架上高睇住耶穌基督嘅受死受難。還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佢都係冇離開過耶穌。他沒有離開過耶穌。佢都係跟隨住耶穌。他跟隨耶穌。佢勇敢咁去面對佢要面對嘅困難。他很勇敢地去面對他所面臨的困難。包括傳統社會俾佢嘅壓力。包括傳統社會給到他的壓力。又見到耶穌基督俾呢個政權嘅威脅啦。然後見到耶穌基督被政權威脅。佢都係身同感受咁樣陪住佢嘅孩子耶穌。他都是心同感受地陪着他的孩子耶穌。當佢見到耶穌基督被釘喺十字架上高嘅時候，然後他見到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佢嘅心就被刺透咗。
他的心就被刺透了。但佢仍然好堅強咁樣企喺耶穌個十字架下邊。然後他很堅強地站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下面。呢個就係母愛嘅偉大啦，弟兄姊妹。這就是母愛的偉大。我俾幾個應用大家，然後我給幾個應用。我睇應用嘅經文下邊，第24章先，係再落去，再落，係有兩個嘅應用俾大家。有兩個應用。嗱，通過瑪利亞嘅榜樣，我哋學習點樣喺家庭裏邊建立一個信仰嘅基礎。所以通過瑪利亞的榜樣，我們可以學習如何在家庭當中建立信仰的基礎。我哋學瑪利亞咁樣啦。我們要學瑪利亞。我哋要敬畏上帝。我們要敬畏上帝。可能嗰件事我哋喺嗰刻我哋唔理解嘅。可能在那一刻我們不能理解。點解呢樣嘢發生？為什麼這樣的事情發生？但係作為母親嘅時候，但作為母親，每一個母親都有責任去教導我哋嘅孩子去認識上帝。我們有責任教導孩子認識神。其實喺我哋嘅生活範疇裏邊，我哋咩啊？我哋要活出我哋嘅信仰。我們在生活當中要活出信仰。讓佢睇到耶穌基督就喺我哋嘅生命上高。然後讓他們看到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命。特別係喺夫婦關係裏邊，我哋要建立信仰。我們在夫婦關係當中也要建立信仰。讓我哋嘅後人見到我哋好行為嘅時候，讓我們的後代見到我們的好行為時，佢可以認識上帝，跟隨上帝。他可以認識上帝，跟隨上帝。讓上帝成為佢生命嘅主宰。讓上帝成為他生命的主宰。佢將來面對困難嘅時候，佢唔孤單。面對困難的時候不孤單。因為有神嘅話，有神嘅靈與佢同在。有神的話，神的靈與他同在。將來可能上帝都要用你嘅孩子去成就大嘅事。將來上帝的可能都要用你的孩子成就大事。所以今日瑪利亞生咗耶穌。今天瑪利亞生了耶穌。耶穌喺十字架上早就成就咗偉大嘅救恩。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偉大的救恩。拯救咗我哋每一個嘅罪人。拯救每一個罪人。另外我哋要學習愛同埋包容啊，弟兄姊妹。然後我們要學習愛和包容。喺屋企裏邊，我哋要彼此去包容同埋理解。在家當中，我們要學會包容和理解。其實母愛嘅偉大在於係咩咧？係願意去接受啦。母愛的偉大在於去接受。去輔助同埋去教導。去輔助和教導。無論咩情況都好，我哋學習瑪利亞。無論什麼情況都好，我們都要學習瑪利亞。面對家人嗰個唔支持或者嗰個不理喻。面對家人的不支持、不理解，我哋用愛同埋咩？用支持嘅態度去應對。我們用愛和支持的態度去應對。今日係母親節，弟兄姊妹。今天是母親節。我哋為到每一個在座嘅母親去感恩。我們為在座的每個母親去感恩。我鼓勵大家繼續咩啊？好似瑪利亞一樣咁樣去咩？依靠上帝。我們鼓勵大家像瑪利亞一樣依靠上帝。亦都為未來要做母親嘅禱告。也要向未來做母親的禱告。或者而家將要做屬靈母親嘅禱告。也要為現在將要做母親的禱告。屬靈嘅母親。屬靈母親的禱告。我哋要預備有敬虔嘅下一代。我們要預備有敬虔的下一代。我哋要學習瑪利亞嘅榜樣。我們要學習瑪利亞的榜樣。讓家庭咧成為一個榮耀神嘅地方。讓家庭成為榮耀神的地方。唔係單單係一個爭吵嘅地方。不單是爭吵的地方。而係一個愛同埋有包容嘅地方。是一個愛和包容的地方。我哋總結瑪利亞嘅故事嘅時候，我們在總結瑪利亞的故事時，我哋唔單單係睇一個古仔咁簡單。我們不僅僅是一個故事這麼簡單。呢個故仔就好似駁翻我哋頭先唱嗰首詩歌一樣。這個故事就好像我們剛才唱的詩歌一樣。其實咧，我哋要思考我哋今日點樣去生活。我們要思考今天我們怎麼去生活。瑪利亞用佢嘅信心啦，用佢嘅讚美，用佢嘅勇氣同埋無私嘅大愛，去成就咗母親嘅一個嘅榜樣。瑪利亞用佢嘅信心成就了上帝嘅大愛，成就了母親嘅榜樣。用我哋今日係學習瑪利亞為母之道。所以我們今天學習瑪利亞為母之道。用我哋咧咩啊？勇於去接受神嘅呼召。我們要勇於接受神的呼召。願意去傳遞呢個信仰嘅火把。願意傳遞信仰的火把。讓下一代喺咩喺神嘅愛裏邊去成長。讓下一代在神的愛當中成就。去展現愛同埋包容。展現愛和包容。成為呢個時代嘅成為呢個時代真正嘅母親。成為這個時代真正的母親。一個神悅納嘅母親。一個神悅納的母親。喺呢度祝福每一位母親。在這裡祝福每一位母親。願主加添你哋力量同埋智慧。願主加添力量智慧。讓你哋喺家庭裏邊，喺你嘅工作裏邊咩啊？將你嘅信仰係活出來。在家庭工作當中，將你們的信仰活出來。亦都讓你嘅孩子見到你嘅行為嘅時候。也讓孩子見到你們行為時。你可以引導佢。可以引導他。去展現出一個無私嘅愛。展現出無私的愛。同埋嗰個忍耐。和忍耐。
讓基督嘅生命就喺我哋嘅屋企裏邊去流露出來。讓基督的生命在家當中流露出來。今時今日一個基督化家庭真係好唔容易，現在其實這種基督家庭都是不容易的，好多嘅社會嘅衝擊，有很多社會衝擊，好多人嘅挑戰，有很多人挑戰。但我哋學習瑪利亞，但我們要學習瑪利亞。當佢熟讀聖經嘅時候，當我們熟讀聖經的時候，當聖經真係活出來嘅時候，當聖經活出來的時候，佢雖然係一個好窮鄉僻壤嘅一個卑微嘅侍女，他雖然是一個很窮很卑微的使女，但係上帝就會用佢，但上帝會使用他，上帝就會高舉嗰啲謙卑嘅人，上帝會高舉謙卑的人，所以我哋唔需要驚惶。所以我們不需要驚惶。當我哋面對問題嘅時候，當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我哋學習瑪利亞嘅榜樣。我們要學習瑪利亞的榜樣。我睇第14章 slide，喺路加福音佢係咁講嘅，因為凡自高嘅必降為卑，凡自卑嘅必升為高。路加福音，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我哋學習瑪利亞嘅謙卑，我們要學習瑪利亞的謙卑。當我願意降卑嘅時候，但他願意降卑的時候，上帝就會將我哋升為至高。上帝就會將我們升為至高。求主保守帶領，求主保守帶領。我哋要有禱告結束。我們禱告。真係天父，係感謝你賜下母親，天父感謝你賜下母親，讓我哋咧係感受到母愛嘅溫暖，讓你們感受到母愛的溫暖。亦都為到在每一個母親禱告，為在座每個母親禱告，為咗將來要成為母親嘅禱告。為將來要成為母親的禱告。我哋將我哋嘅生命交俾你，我們將我們的生命交給你，就好似瑪利亞一樣。就好像瑪利亞一樣。雖然佢唔明白，雖然他不明白，但係佢就係相信，但他就相信。佢都係喺聖經上高揾到答案，他在聖經上找到答案。佢都喺佢嘅上帝俾佢嘅印證裏邊揾到答案。他在上帝的驗證當中找到答案。當你面對一啲疑惑嘅時候，當在當中找到疑惑，我哋懂得點樣去靠你嘅話語，我們就知道如何靠你的話語，靠你對我哋嘅説話，靠你對我們的話語，靠聖靈俾我哋嘅感動，靠聖靈給我們的感動，讓我哋唔會再疑惑，讓我們不再疑惑，讓我哋好似瑪利亞一樣，讓我們好像瑪利亞一樣，欣然嘅接受你俾我哋所遇見嘅一切，欣然接受你給我們的一切，願意成為一個合用嘅器皿，願意成為合用的器皿，活出一個不一樣嘅人生，活出不一樣的人生，成為耶穌基督嘅母親。成為耶穌基督的母親。佢係好一個特別嘅女性，她是有個很特別的女性，好值得我哋去歌頌。很值得我們歌頌。但我哋唔係去敬拜佢，我們不是去敬拜我哋都唔係為佢去祈禱。我們也不是為她去祈禱。佢真係一個蒙恩嘅人，她是一個蒙恩的人，佢係一個蒙大愛嘅女子。她是蒙大愛的女子。其實我哋每一個都係蒙恩蒙大愛嘅，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蒙恩蒙大愛。我哋可以成為你嘅兒女，都是成為你的兒女。可以跟隨你走呢條天路。我們跟隨你走這條天路。求主保守帶領我哋每一個，求主保守帶領我們每一個。讓我哋喺嘅道上高更加嘅努力。我們要在道上更加努力。雖然我哋嘅身體係一天比一天嘅壞死，雖然我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但係我哋嘅靈裏邊佢咪係一天新似一天。但我們的靈命一天新似一天。求主俾我哋能力咯，求主給我們能力，靠住你迎難而上。靠着你迎難而上。雖然面對挑戰，雖然面對挑戰，但係有能力嘅，但有能力。亦都係好似天使話：主與我哋同在。就好像天使說：主與我們同在。你嘅話語、你嘅靈可以幫助我哋。你的話語、你的靈能幫助我們。我哋熟讀聖經，讓我們熟讀聖經，讓聖經可以提醒我哋。讓聖經提醒我們。聖靈藉着聖經去讓我哋明白，聖靈借着聖經讓我們明白，亦都藉着唔同嘅人嘅印證，也都借着不同人的驗證，讓我哋知道呢個就係你嘅旨意。讓我們知道這就是你的旨意。當我哋知道呢個係你嘅旨意嘅時候，當我們知道這是你的旨意，我哋就可以排除萬難，我們可以排除萬難。可以靠住主你俾我嘅能力一一嘅勝過。我們靠着主的能力一天天勝過。喺今日母親節都求主幫助我哋每一個嘅母親，在今天母親節，求主幫助每一個母親，讓我哋學效瑪利亞嘅榜樣，讓我們學一下瑪利亞的榜樣，佢嘅愛心，她的愛心，佢嘅順服，她的順服，佢嘅謙卑，她的謙卑，佢願意活出一個不一樣嘅人生。她願意活出一個不一樣的人生。雖然當中佢係有痛苦有眼淚，雖然當中有痛苦有眼淚，佢都係睇住耶穌喺十字架上高嘅時候，我相信每一個母親都知道佢嘅心係幾咁傷痛。她看見耶穌在十字架的時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心是如何的傷痛。但係知道佢都見證咗耶穌基督嘅復活。他其實也見證了耶穌的復活。佢知道耶穌基督就而家喺天上高，繼續為我哋每一個人代求。耶穌基督其實都在天上為我們每一個人代求。將來佢要再翻嚟，
將來他會再回來，就好似天使同佢講嘅預言一樣。就和天使給他講的預言佢要一樣。審判活人死人，他要審判活人死人，佢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他要做王直到永永遠遠。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預備喺台前邊嘅審判。我們每個人都要預備在台前的審判。求主幫助我哋，求主幫助我們，成為我哋嘅力量，成為我們的力量，讓我哋活出一個分別為聖嘅生命。讓我們活出一個分別為聖的生讓我命。哋喺個生命上高不斷被你話語更新，我們在生命上不斷被話語更新，我哋嘅老我不斷嘅被削弱，我們的老我不斷被信仰脱去舊人，穿上新人。脱去舊人，穿上新人。讓要拆毀嘅拆毀，建造嘅建造。若要拆毀的拆毀，建築的建築。繼續保守前面嘅日子。繼續保守前面的日子。願主與我哋同在。願主與我們同在。咁樣禱告交託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交託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門。